中之骨，肉中之肉，原來唔係浪漫。創世紀第2章第23節，男人第一次見到女人嘅時候，講咗一句話：呢個先至係我骨中之骨，肉中之肉。好多人以為呢句係浪漫情話，但其實佢唔係情話。呢一句係一個宣告：你唔係外人，你同我同一個生命層次。女人唔係由頭骨而來，唔係用嚟被統治，亦唔係由腳骨而來，唔係用嚟被踐踏，而係由肋骨靠近心嘅位置。意思係並肩同行相守。所以骨中之骨，肉中之肉，唔係擁有，而係承認你嘅存在，改變咗我點樣做人。